來看今仔日123屆約滿68當總統賴清德佇上任以後第2屆去到金門主持追思典禮，呼籲朝野愛支持國防團結來捍衛國家的主權。也國民黨的主席鄭麗文今仔日嘛是去到金門出席相關的活動，也伊是叫賴總統愛接受9二共識，確保兩岸和平。但雷公各路大戶，總統賴清德穿雨衫來到金門太武山的公墓，佇823屆約68周年即天主持追思祭弔典禮，向陣亡將士來獻花致意。伊慰問到現場參加的參戰官兵甲遺族家屬，賴總統談話中特別指出，823屆約為大海帶來68年的和平。不過，這陣中共威脅更加進一步擴大到第一島鏈甲印太地區，呼籲朝野攏應該支持加強國防力量，團結捍衛國家主權。我還是要提醒國人同胞，天下雖平，萬戰必危。我們團結捍衛國家主權，守護台海和平的意志，絕不能夠有所鬆懈。犧牲主權、委屈投降的和平協議，更只會換來屈辱，絕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。823戰役的勝利，就是以實力確保和平的最佳證明。823戰役68週年，總統賴清德再度來到金門主持追思祭悼典禮。而其實同一天呢，國民黨主席曾麗文也在金門參加相關活動，同樣來到太武山公墓。不過呢，兩人時間錯開，並沒有碰頭，上演同場不同台。就任黨主席了後，頭一擺到金門紀念823，鄭麗文是先到戰史館來參訪。也個致辭時，每一句攏呼籲賴總統應該堅守中華民國憲政體制，要佇憲法精神上來承認9二共識，確保兩岸和平。今天如果要締造和平，賴總統很簡單，您只要願意在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上承認9·2共識，立刻把兩岸的緊繃大幅降低。面對823這麼多的亡魂，你做一天真正的中華民國總統吧，想想中華民國憲法。頭一天出現佇金門，鄭麗文甲賴總統佇兩岸立場上互相批鬥，凸顯國民黨甲民進黨無同調的兩方的看法甲講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